一定要让我们的同胞回家。这个今天台办和台协发出来的消息是今天晚上这个6点半的东航的部分那我想应该现在大家已经在开始集合了。应该第一批的时间呢，大概是应该是200多位人，然后第二批后面还有第二批，假如不够的话，还会有第3批的人过来。原先是说2点钟集合，现在听说到1点半就要开始准备集合。那集合之后呢，然后会做一个检疫检查，所有人有安全、健康上的无虑的时候，然后才会让他们搭飞机。绝对不会有生病或是有衰检出来有问题的让他搭飞机，不会的。他们大陆这边呢，应该会做最好的检疫和措施部分。你可以看到这批回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以先武汉地区为主的，因为其他地区还要过来嘛。那其他地区呢也收到了通知，就是在明天会过来，然后那远的可能明天就会过来，近的可能是明天坐车过来之后，5号他会过来，5号第2班飞机。对，那为什么用华航？为什么用大陆飞机？可能我自己觉得，双方可能都有考量嘛，因为台湾飞机要飞过去，然后还要再清洁，然后再飞过去。那大陆那边直接用飞机过去，我想可能会最直接，而且最快，而且。本于两岸一家亲嘛，都是同胞，所以他把自己的这个同胞送回来，我觉得也蛮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在这时候呢，我真正呼吁就是少一点政治，多一点点人情味，这些都是台胞，不是台商。今天，因为我一直告诉我，一定要让我们的同胞回家，不要让他被放生，因为我相信两岸的政府、两岸的大人都看到，这是他们真正的同胞、真正的亲人，所以都愿意帮忙协助大家回来。我再一次代表大家，谢谢。目前大家所看到的这个东西是那个国台办在那个武汉地区每一个分区的那个所接送的一个专车，那么每个车上都有台办的那个负责人，那现在目前正在收拾。